有影搞啥哈？好，直播上出去哈，咱大家都来开始。直播位开讲吼，还是我来是。好，不要紧，咱直接来读，你在写啥日期吼？今仔日要读1647年4月19号，直接开始读起。1647 4月19日，早起168点前，阮的军队平安健康对人转来到遮吼。这个军队是真正派到100外人要去南部的一个村庄要去，算要去处罚一个砖头啦，砖头4过1人杀人头吼，所以要去甲处罚啦。敢若是安尼我会记吼。俄罗上因出征的各节章已经有记载，我拢袂记。我来看一下做过。让一工去，我袂记。章是就报告一项代志吼。我会记得讲，因去用台个。对，因去出征就是去处罚这个村庄嘛吼，达里迪好，咱继续转来19号。阮要写一张批假去互传到汉斯奥霍来甲伊讲关系着卡比安个人、巴拉斯人甲达里吉迪人应该有会注意的事项吼。也明伊讲爱设法来探听达里吉被攻击小歹去时阵，就是去互伊放好小的因的居民死偌侪人安尼啦吼。因为到现在也无因的死亡的可靠的数。伫即个市镇甲其他即个市镇应该是即个野城吼。甲其他必要地方来大促通知讲，再来的一个拜六，就是本个月17号，将要来即个应该是8月啦，8月即个附近的渔场，渔场，掠鱼的即个渔场，互出价上悬的人一年。有一只胖船对打狗来遮入港，载有60担的茶叶；一只胖船对平湖来载来23只牛。17只鱼、25只鸡甲30件鱼，合计做41个新仔人。要一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海，做15个人，再去59人的大鱼。要一只高野船航往小琉球，只敢再搭船软，做5个新仔人。4月20。炎热的天气，风对人吹来，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入港，坐78个人，再来74捆的粗纸，2担的油脂，94罐的山水和西南白酒，80捆的头罐吼，49支条啊，60片的60的这个小茶帮。碎掉茶帮啦吼，27担的铁33担的盐，980包薰草，500捆的灰杯啊，3000袋遐8担地麻，6人又搁5包空眼布，3900支蜡烛甲15锭的现金。4月21号。风甲天气如同昨有一只胖船对龙雕来遮，载石头来做11个人，要2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合计做34个人，再有80担盐，1200捆的头罐，16捆的粗纸甲243包薰草。4月22、23、24吼。
也是前浪数是的天气，风大部分对人远出来。有7只庞船对西南的海来这里港，合计做233人，再来下日好。22担地拉1335包粉草4拿油脂75分油27捆粗纸13刀，结酒的纸30担冰仔170担盐1担茴香啦吼，11拿米粉100个大铁鼎，790捆的陶罐。陶罐我直接来讲，准备好，我来看陶。陶就是窑，或者是刀，或者是刀吼，刀啦吼，刀罐吼，790捆的刀罐，33罐3水加500刀一个针啊。然后2只庞船航往西南海，合计做50个人，载去700担的胡椒1担冰香。100担的木香，100捆的丁，35刀水，水还是水？我袂记这写掉。玉蜀哈。水，我弄在树，嘛是吼。35刀水吼。6百加37大鱼，今仔日甲淡水甲鸡人要塞要求的使用品，装就一只新的领工船，以便做军下设上员安特尼 Plug Oil。要去遐时阵当做来载去。根据1646年8月27号决议，伊要去退换下设上员。Jacob Nobe 担任迄边的主管，所以淡水主管要换人吼，今年 Nobe 要换做这个 Plug Oil。4月25，好天风雨大，这几工对人远出来。今仔日要写去淡水作为对迄个地区的命名的事实。伫个议会里宣读，并且签名，并且甲下设商务员。Plug Oil 来实行，以便伊明仔载透早行出队。也利用这只领工船送2个成员去遐，要伫迄个附近这个土人的面头前，按照对因的宣判，并且按照去年9月3号的书信所写的，要来该处刑。有一只庞船对打到来这里港，载6个人。再有90担茶，然后一只庞船对龙腰再石头来载6个人。4月26，早起完全恬静无风，但是午后就对东南方吹起袂顺的风。迄只领工船就趁风出港，继续航往海上，要去淡水。4月27。风甲天气犹原像这几工，今仔日下日的渔场要按照本个月19号的公告北回予出价相关的人1年。好，咱来看吼。总共1、2、3、4、5、6、7位啦吼，7个。无，应该算9位。10位啦。好来。第一个是芒港，渔场有2位吼，芒港、北直202号，嘉亚，什么所在吼？渔场1位72号，乌印尼，渔場1位125号，磨豆港就是磨豆溪有是。渔場1位，但是會當咧解開你哋啊佢嘅這個所在來嘅吼，92號，南哥漁場1位，92號，卡地亞阿兜漁場1位，92號，
后翁鱼场一位52后翁，我煞袂记后翁是伫倒位。后翁，汉你敢若晓得？将军啦，吼，台南将军区啦，即摆佫一个后翁国小。看下地图，就是台南什么七股咖喱北边遮吼，将军区，佮起哩就是客家北门吼。后翁，后翁鱼场一位52个，龙里门甲即个嘉业。鱼场两位102个，合计白日815个。这什么意思啊？北港也对下个月1号开始生效。这个北港什么意思？港北重要。但是无讲北什么港啦吼。北组的半日，就当敢若白社吼，爱踮咧迄一工延缓来调啦。有一只澎船航空班到即个来在地船载6个人，有两只澎船航空北部淡水，坐26个人再去24担糖35罐阿拉酒，180包薰草6担，新仔一种写字的纸，16担盐40件土人的长衫，2000支的蜡烛，40罐的山水镜啊，看眼布10只画刀。4个礼拜，炎热的天气，风对南风吹来，团岛 Hans Ohof 带领22个士兵对满里满轮来到遮。迄寡士兵是做军备上职上员菲利斯勒曼留踮咧遐吼，用来处罚即寡凶恶的巴巴拉斯人，以口头甲书面报告。来检讨即个巴巴拉斯人的情形，讲因为该村的迄寡暴徒以及因的共党经和好，严禁出来见面，因此即个欧福是团岛啦吼。伫咧本国个24号带领上士士兵去山里去迄个暴徒行做的村庄，拄着一寡抵抗。造成3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但拢是同做去的迄个原住民吼。因去对迄寡暴徒的时阵无小心被袭击吼。了后就攻入去该村庄，就将厝以及所有的迄个因所藏的即个粮食啦吼，因所收藏的即个粮食啦、刀啦，全部甲放好烧掉。甲因产业拢总甲破坏去吼，并且放好来烧掉。我方处敌敌人的2条头壳，大家拢轻信讲迄寡暴徒的首领已经当伤必死去了吼，因为迄时有另外的人看到伊对山顶爬落来，可能伊已经得到应该得到报应咯。团队也欧福也甲阮讲。也甲阮讲，最近吼被毁坏的迄个村庄 ，Taridik 的情形讲，总共有16间厝无被好烧掉，一寡人已经伫遐开始搁咧起草厝，有一寡人就是想要搬去附近已经盖好的村庄住，有一寡人游玩过境前来好好。也探听袂出来讲，遐迄个战斗当中有几个达哩敌人死亡，只敢若知影有5个人受伤，包括一个上重要的暴徒的即个首领。如果讲
卡比安干诶酋长命令伊诶一个部下去甲上述诶甲迄个团队讲吼，关系着要含即个普罗旺人好好诶代志，将完全诶遵照阮诶命令含普罗旺人来好好。4月2到3節。炎熱打掃的天氣，風對東人風車來，有兩隻澎船航往西南海，載100個人去，載去123籃蘿蔔白，95籃大魚27捆沙魚，100擔的茶50擔胡椒34袋的木藥。30擔的肉骨，甲190擔的水。4月結束，5月初1初2。5月嘛是幾個人啊吼，晴朗，互人感覺有快天氣，風大部分對人風車來，有4隻澎船航往西南海，合計做162個人。再去224拿48捆，又搁27擔鹹魚甲大魚，139拿蘿蔔白，232的切啊，668的水，85擔肉骨，45的木香，142擔胡椒甲68捆的冰。3隊呢有一隻澎船對打到來遮入港做10個新仔人，再有30擔鹹魚甲30擔茶。5月初3，風甲天氣像昨昏，有一隻澎船航往打到，載18個人，載去22里，2罐阿元酒甲5擔鹽。有下日的船隻對幾個所在來遮入港。合計做95個人，就是有一隻澎船來自龍橋，載有150領鹿殼、19刀的刀仔甲30擔。這個溜了樹殼啦，樹殼。我看個早，上樹的樹殼啦。有兩隻澎船來自西南海，再來274包薰草34捆粗紙150捆茶棒，2100個蝦5罐蜜餞，鹹酸甜啦吼，蜜餞，我講鹹酸甜，我炸隻，炸隻，我先炸蜜餞看，可能出啦。有咧，但你都是點收錢吼？用藤去織迄個革門，就是革紙啦吼，藤仔類的，就是藤仔，這種藤仔吼，用藤去做的吼，什麼梨啊啦，一些一堆吼，用例如是蜜餞藤果、藤粿、藤果。匠心的蜜餞甲藤仔類吼，蜜餞，啊那鹹酸甜的敢有收？我看看，鹹，第五聲酸，第四聲那個，後邊我卡是。有鹹酸甜吼，第一個就是鹹味、酸味、甜味嘛吼。第二個是鹹鹽，或者是糖誒，這個果物啦吼，比較含果子去鹹吼，用鹽啊是用這個糖去鹹吼，都叫做鹹酸甜吼。所以這蜜餞有會使這兩種講法吼。5罐的蜜餞2包做畫對的膠的皮吼，3包空眼布
这是对时仔再过来物件吼，50捆的大盘啊，甲89捆粗细杯啊。有一只芳村来自打狗，再有600袋做糖桶的茶包，甲20担的茶。其实今仔日即讲迄个5月3号即讲去有一家来用吼，要结束吼。有感伫即个 direct 吉吼，就落迄个叫因放好烧掉迄个村庄吼。有感伫即个 direct 吉卡比安甲巴巴拉斯各部乱的村庄的状况。伫阮的军队转来了后，已经如平均4个10八甲28号所记载安尼吼。因此今仔日来决定讲要命令5后偌久，即将要转去南边的团队 Hans Ohof。命令啥？如果上述的 direct 吉人要来救和，并且愿意像其他地方村庄安尼来缴纳一年一度贡色，安尼就暂时要接纳因，并且要起来劝因来离开因已经被烧坏迄个老村庄，牵刷来带伫边队。对卡比安干和普农的人，以及对分裂争执的巴巴拉斯人，也命令上述的欧服爱尽力设法互因结合起来，并且要互即个巴巴拉斯村庄的恶党甲阮和因的村民言归于好，就是好单啦吼。也要对阮的朋友的损失来甲互因适当的补偿，要来接纳并且温准因转去因的老村庄，因原在迄个庄头来住吼。也决定要温准新港原住民、原居民啊吼，逐客人来议会提出的书面请求。就是讲，伊要伫咧新港东边拥有，并且要建一个200亩个农地，这是差不多200甲，并且因为伊想要学习研究，或者是其他的即个精青来累残，也要温准伊先雇用，要请该队所需要的人数的其他人，算一个新港社的原住民啦吼，要求啦。如果因为其他人的头领今仔日也用口头甲书面来议会请求，要准因对家来载米甲切啊去洗那，对厝呢因为民间切伤多，公司的仓库呢切也共款伤多咯，递到迄个生堂腐坏去吼。安尼呢会造成真大的损失，所以呢，阮决定要温准因即项请求，而且切的出口还可以当承受到相当多的失利色。理由甲情况已经详细拢记载伫个决议中。议长甲议会也决定讲要增送52号塔楼的长老，叫做 Takeri， 原来是算酬谢，高阶应酬嘛吼，应该是。收吼，收来我看收什么意思？收就是用手三请，就叫做收吼，报答的意思是收。所以呢，要送52号塔楼的长老来，叫做读客哩吼，来受谢伊对公司持续优越的贡献，都如今年4月27号8月市场时所表现的安尼吼。我看对主考是很无。今仔日也甲一条溪名叫做即个校园溪吼，是伫咧河尾人甲북港中间的吼。你若去到遐住伫到遐，可能知即条溪是啥物溪啦。북港是倒位啊？我佫袂记。
本港本港就是北港的款吼。即嘛北港对，伊伫新港嘉义县新港的南港村，即只。我来看下地图吼，北港到湖尾，北港伫云林关，嘉义新港。中央甲位啊，什么会啊？就是云林甲嘉义县交界这条溪啦，这条溪是北港溪吗？就是北港溪吼，这条叫做北港溪。一直到出海拢叫做北港溪。当然是只讲湖尾人甲本港中间吼，湖尾甲甲，我拄则讲着，湖尾伫倒位？湖尾人因湖尾人是一个足华的所在吼，毋是干那湖尾尔。我看湖尾伫倒位？原井北港，我记甲哇，山土库，差只远哦。湖尾北港中间，安尼毋是湖尾溪吼？应该是看，但是看袂出来，这到尾有啥物溪啊？看袂出来。伫个湖尾人甲本港中间吼，迄条溪叫做校湾溪。北湖新仔生意人叫做闪煞2年，每一年52个。因为阮也听讲有一寡佛罗摩萨居民，佛罗摩萨村民吼，想要伫即个新的时代用石头来起造因的厝甲教堂。对此呢，现在随来决定将袂该禁止吼。也决议讲将来厝地荷兰人死者的遗物啦吼，遗物啦吼，会价值将由议员代表或者是法官代表来决定，因为到早卫生管理委员会代表，因为欠缺这方面的意识吼，根据阮所听到讲已经信号多处吼，信号几落摆，可能意思是。价值物件，甲人俗啊，就卖出去啊款。不管，咱继续看。5月4号、5号、6号3天，咱5月有哪几个做人的吼？风甲天气有缘像这几天，有两只澎船航王皮蚵合家做62个人再去68岛米24担糖浆，36岛的水。4若6甲甲6若的大鱼，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145个新仔人，就是有一只澎船来自 Doranap， 再来800年的鹿壳，11若的鹿肉，30担的鹿骨甲20担大鱼，有一只澎船对大狗来载有80担的茶甲13担鱼。有一只澎船对新仔的太来再来315包粉草，195罐砂水，115分油，250支蜡烛，1万倒遐500倒砖啊，100拿的面环，100片的这个雷的这个铁片哈，含5包干干布，5月7号8号。
今仔日有6只庞尊航王是那的海学家做234个人，再去下日的好289拿鹿仔肉，24拿蚵仔，347拿大鱼，546道水，27道豆仔，3道拿草的种子，84道米，42道胡椒，35担鹿骹，79担大香木，8担木香，甲4担木药。要2只同款的庞尊对先仔下海来食2港合计做32个先仔人再来37担盐20捆粗纸，100捆刀罐，10罐的山水，13罐13无单位的分草。要一只庞尊对竹田来到遮。做14个先仔人来，再来850领鹿皮，3担鹿肉，甲30担鹿骨。5月初9，温暖的天气，风对南风吹来。今仔日又有2只庞尊航王先仔海学家做49个人，再去13拿又搁28捆大的沙鱼，68道水，87道米。1道拿草的种子，甲8担糖浆。要一只庞尊航往北部淡水做20个人，再去21拿乌糖，90罐山水，1拿温草，3罐阿瓦酒，20担盐甲1担油。今仔日也伫法务议会呢处理几件情节轻微的法律案件。5月10号。好天气，风大，无云对东风吹来。有一只庞尊对先仔下海来遮来到遮吼，做198个人，再来10拿的米粉，50捆粗纸，20罐山水，1担茴香，40包空干布，3包白酒的纸，6000倒遐，395担面丸。72捆棒甲540包薰草，要一只庞尊航王先仔下海做25个先仔人，再去40担大香，14道米，24捆咸鱼甲2拿的鹿骨，甲4担糖浆，含3烧香。今仔日也伫法务议会里无闲。5月12、12、13。也是暑时温暖的天气。稍等哈。我来甲芭比白杀一下。5月12、12、13，也是暑时温暖的天气，风大无云对南风吹来。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做226人，就是有一只高野船航王打狗，另外一只庞尊航王龙标，拢敢若在地船软。有10只庞尊航王先仔海合计再去下日的好9拿鹿仔肉，4拿大蚵仔，93拿咸鱼甲大鱼，8包水鹿皮，579包水，7包豆仔，107包切，300大包又搁200道分米，12担大香木，88担鹿骨，5担乌糖，9担糖浆甲30担一个牛腰的树皮。树皮啦吼，今仔日接到牧师 Simon Van Brink 对好母寄来的牛花，2张拢是四期本5月10号，内容是讲这3、4个礼拜来，迄边因为侪人死亡，互代志开始大为衰退，这是啥物意思？因为死亡毋知啥物代志开始衰退吼。
其中要3个互人教师希望吼，迄个去国村庄的学校工作大为退步，是毋是有个文业？就是个什么字？丢人字啊！又个讲。蒋介石蒋介石Gary Cussman 即个人自从离开厝队了后，完全无消息，因此被怀疑讲伊是毋是遭有意外咯。即个蒋介石呢，伫上述的日子5月20号，带领伊的部下健康来到遐吼。这什么意思啊？大家讲伊无消无息，即马佫健康到遐。大体上伫迄个地区工作进行顺利，各处的讲者已经收集，等该蒋介石最近转来到遮了后，就会当将一切情形来交讲，详细来交讲。所以呢，阮就随甲即个上述的牧师Van Bree写一张回馈，互伊一寡迄边所需要的名言。5月14号。风甲天气又完像即几工。昨昏才接到蒋介石 Gary Cussman 的消息，今仔日伊就带领伊的部下转来遮咯。对伊口头的报告以及所写的日记，以及写伫今年3月2日到4月9日等淡水的来回，其中第一张花因为一个俘虏即个漫不经心吼。漫不经心啊！就是即个大主大意吼，伊伫个坑伫即个鲁族村庄，伫到该蒋介石转来遮，转到遐则甲查转吼。这是互阮怀疑讲伊是毋是遭有意外的原因啊。阮知影讲该蒋介石所做的代志，代要如下吼。这对足长哦，咱来看下。看伊做即个蒋介石卡斯嘛做啥吼？即个卡斯嘛都有蒋介石啦，看好，就是卡斯嘛伫2月21号到淡水，伫前往淡水的途中，把以阮的名义命令迄寡叛乱的村庄，其中阿拉尔、巴尼亚和帕斯拜是先叛乱的村庄吼，随后倒咧叛乱的村庄有巴拉巴、多丘高、哈拉巴斯、达拉岛和鲁兹吼，不必和平顺服，并且劝因来要爱含即个受害淡水村庄。Grout 和 Barrigos 期待和解，因去年对这两个村庄捉真侪人头，对此因大地拢乐意遵行，也愿意来交纳讲说。伊也伫2月最后一天，伫淡水主管的全力支持下，再度前往朴家的村庄，遐来调集几阵人。这个伊应该是指迄个卡斯曼吼，蒋介石吼。伫2月最后一天，伫淡水主管的全力支持下，再度前往朴家的村庄，遐来调集几阵人。因为有一寡村庄拒绝前往淡水吼，前往淡水，所以劝因爱结合起来。运用较早更好的方法，以因本地的风俗，互因来互相和好。对此迄寡模范的村庄非常欢喜，互因和解的方法就是命令模范者互受害者，每一粒被杀的人头爱立3株蒜糊。这个受害者吼，就是被上述的 Goat 和 Barrigos 村庄杀吼，总共杀毒掉16粒人头吼。但是如果有超过2个人共犯来毒人头，就是第2个人就爱
赔2支钱。第三个人爱报即个一株旋乌，就是倒安尼来缔结，缔结。哎呀！地减的地就是代堆哈。我来读堆啦吼，因为代是高甜为甜的意思吼，堆是轮流替换吼。团队哈，拢做队减哈。若超过2个人共犯，就第2人爱立2支钱，第3个人爱立一株旋乌，顺序来对减。这种旋乌约落价值是4/3这才是2二。就安尼，现在沿着迄边以及淡水的道路拢已经安全了，而且一寡村庄长老拢已经互相来宣誓，这才是承诺。如果有强行来破坏这个和平，其他人拢爱同齐来对付伊。也对上出7个官员，现在已经8号的村庄受到迄个控诉，架囥伫个即个朴家的村庄，就是阿拉湾8年，水鹿坡1领，山羊坡5领，鹿坡10领，巴拉巴水鹿坡2领，山羊坡5领，鹿坡10领，杜克道个水鹿坡2领，山羊坡30领。鹿坡84领，这个数量我拢袂念吼，特别全部拢是水鹿坡、山羊坡、鹿坡安尼吼。有讲说，我来即个村庄我去平头个念吼。阿拉湾8年，巴拉巴，杜克多口，哈拉巴斯，达拉岛，白鲁子，总共吼。立即个水鹿坡来23领，山羊坡95领，鹿坡777领。该将机关也分发权腾予鲁族和白村庄的长老。鲁族村庄发予2支，白村庄发予1支。其他长老将会伫下厝的即个电话的时阵去淡水领处理权腾。卡斯曼伫上出囥号的过程中，特别去贴切即个多古甲巴拉巴和多利岛村庄的人，因为因以前就已经和公司有结合，并且有领出权腾了。和平以后无几工，仆街的人又搁开始即个慢兴起来吼，慢好吼。就开始换爸爸吼，计划要去攻击一个叫做科隆人吼，因是无地号的村民，该即个科隆伫个山区呢。讲要伫个因地开帕里戈市村庄等于厝的途中要来袭击因啦吼，要对当中来打处24粒人头。其中也有19粒的查某人的头，甲5粒的查某人的头。将机关卡斯曼因此来贴切因，并且质问因为虾米如此计划理由。因回答讲，古龙人捌伫个数年前对因的村庄来拿出几粒人头，而且以为讲因是无地号的人，所以当自由来攻击因啦吼。将机关问讲啊，为虾米你要去人攻击吼？讲啊，伊就无含对地号吼，所以当自由去攻击。因是安尼想吼，不过将来因还佫会发生这种代志。好，以上这个卡斯曼所写的代志。
对，佫开始记下。有3只庞船航往西南海，坐82个人，载有54若622若咸鱼，较大170条的帝王鱼，39条米，2条木香，4包佫11担的鹿骨，4担的糖酒，甲30担的茶。芭比你来吼，芭比是袂记啊，是哦 ，OK， 好来，继续看吼，有4只庞船对西南海来遮入港，合计做188个人，再来迄个好鱼，5篮的白丝，20箱的丝蚵仔，38担。盐7担糖54罐3水119捆茶帮，72支条300包薰草18包麻布6000倒遐，5瓶黄金8罐茶米甲6只牛，要2只庞船对打到来遮合计做11个人，再来100担茶10担咸鱼，12支茶头6支条甲50倒茶帮，5月15。阳我天气上午，阮的明港船队落港，并且对淡水甲龟人转来遮，再来迄边仓库抱啦吼，就是854名水落坡，686名山羊坡，甲82名即个落坡。迄边的主管也利用即个机会，寄一张花来互阮，暑期5月11号，内容有一部分是含情2张花烧香。此外，佫讲因对北荷兰来知影讲，对，主角是讲北荷兰原本是荷兰人伫龟人的一个岛上的一个要塞名称，后来荷兰人渐北荷兰即个名称和龟人岛交替使用，意思就是龟人岛，龟人嘛吼，龟人敢会当讲是一个岛，那会写龟人岛。转来伫遮，讲因对北荷兰知影讲被派去加马兰湾收取贡税迄寡翻译员转来到龟人了后，所查来歹消息，情形甲以前伫3月15号所讲的希望完全倒反吼。因为即寡村庄大部分互相咧相借，而且除了迄8个摕有贯通的村庄以外，因也拒绝缴纳任何贡税，甚至呢，三个的村民佫因来写钱，把波的弄村庄的长老爷几若摆摕朴刀囥伫阮的翻译员的脑顶咧甲因杀死，若是有人来甲阻挡，一定甲因杀死。伫阮的船只去到迄边以前，会当准备好260拉斯的，而且佫较侪涂炭。不过迄寡金包里的村民来你念讲，挖涂炭，挖即个涂炭真困难吼，而且愈来愈困难。因此声称就是讲，如果将来要佫以5大刀，每一大刀326磅。一日的计数来交予因，袂无法度继续学继续失败。因此，请求按照阮的可能的情形，都加付一寡予因啦吼。如果写讲下实上原老爸最近去北荷兰城堡的时阵，将伊官 Jacob Bears 来伊来指出 Victoria 因报年来迄寡园的一个已经完全后去，一旦落来吼，将会有性命危险吼，迄边也无想办法去修复，除非甲上出的即个肥羊以上的部来拆除。老爸也认为讲该医保效用真水吼，即个来当用来看海尔。有一只庞船对澎湖来遮入港做13个人，再来5只牛。5月16、17，也是阳热而且晴朗的天气，吹南风。
有下列的船只来遮入港，合计做42个人，就是有2只来自有2只对西南海来，再来20担也1000吨船啊，5500吨遐，5500吨遐47捆绑20只牛甲100罐稻罐，100捆的稻罐。有一只胖船来自龙桥，有一只来自比兰，拢在桥头来。3队呢有2只胖船航往西南海，合计做62个人载去。41若6百140条米，24若大285条帝王鱼，16刀的小麦，30担的糖浆，53刀的水，加5刀的这个豆啊。这几工阮也伫法务会议里无闲，其中有一个今仔日判决死刑。5月18。早起有一批乌鹰，但是下晡就晴朗。昨昏的判决今仔日伫通常的时间甲地点确实来执行。有一只胖船航往西南海坐62个人再去啦，再去50人的6百3若蚵仔2若大58条米310条切57条水13条小麦120担货的大香木35担木香10担梨茶加2包鹿骨梨茶就儿茶哦，5月19号，暑是好天透东风。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遮，坐19个人载小燕少甲8只牛。根据坐上出胖船来遮的西南人讲，有5只西南人的海贼船挂着青龙旗，伫个平湖岛附近，伫遐哩这个倒流啦，倒流。因嘛对该胖船来夺取20只牛。5月20，落雨天气风大部分运动昨昏，因为今仔日伫西南人的中间传说讲有5只西南人的海贼船留伫个平湖，真有可能会派一只去淡水来。淡水的沿岸去抢劫，因此伫2月2日商讨，趁着今仔日有一只西南人的胖船要去淡水，阮是毋是应该派几啊士兵去遐来增援？但是因为有了伫个淡水附近会有啥物危险，因此决定只敢写一张批就好，也会当随写好寄去互迄边主管，明年因爱提高警觉就好咯。如果因为最近有几啊路咧对厝地盗走，四过去抢劫，可能会互道路变较无安全，因此决定要稳准去带伫赤坎附近的路路，请求互因会当注意去追捕迄段路地，并且每追捕到一个盗走的路地，要受赏6个。有2只胖船航往北部淡水，合计做41个人载去15罐阿瓦酒440包薰草，20担糖10罐糖浆，160担盐16捆粗鱼啊，1000株的红色蒜蚵42罐山水9包粗纸甲60个刀罐。剩5分钟吼，看看觅。5月21号，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对打到来遮吼，坐6个人，载有60担茶，有6只胖船对西南海来遮，合计做254人，载来下日的好3斤鸡零30錠黄金9若地米11包布麻布。255捆茶棒，165支条啊，195担盐，163包薰草
54担粗纸，100捆的稻罐，325箱面膜啊，200箱丝膜啊，甲12个螺铁片。今仔日接到团队乌服水满里满轮寄来批树皮本个月20号，批里甲阮讲下日个代志。就是本个月10号，卡比安人会停落甲普隆人停落中间，会互改别这规个这个附近的村庄的停落在场的情况之下。由以乌服来完全来执行。卡比安人因为迄阵无杀散普隆人的代志来已经背上3只拄3个大鼎、3支朴刀，和3束剑枝，和3束这个旋螺，互普隆人的停落。该停落就因为安尼来非常满意，阮就捌伫个本个3号的决议吼，命令乌服接较看你迄个卡比安人提出讲说的代志，但是因为误会吼，伊却因来申诉，要含处对其他大人物安尼来必须缴纳钱一度的即个讲说。对此，上述的卡比安的人也答应准办，现在已经缴纳。塔瑞迪人因为受饥荒所困，调跌，就是塔瑞迪人受饥荒啦吼。虽然讲对阮和对附近的村庄拢相当的惊吓，但是也表达了真想要和公司结合的意愿。因此呢，上述团队禁止附近以外土人。将来不得各有任何的服刑，更加不得阻了因自由游践来遮的路。迄寡逃走的巴巴拉斯人，拢还阁保持安静，因伫迄两个首领拢伫个最近的战斗当中受伤了。这是5月21日哈，剩1分钟。5月22我甲读个煞哈，好天吹南风，有2只澎船对西南的太太遮入港，合计坐45个人。再来，下日就好75捆绑22条啊，1担回乡，110斤白蜡2地米，6包空安布2包麻布40担也个500多层啊。也请一间会计团队乌服用来更改以前公告5月3号的决议所下的命令，并且予伊南区所需要其他的命令。好，今仔日大家5月22吼，咱明仔载再来继续。我讲看，无啥物笔啦吼。好味，不要紧，好味是3年写一个，盐龟鱼好味是，早一个我听过，好味是，好味是伫倒位啊？好味是 ，HO 第写。HO 第声 B 第七声 C 第七声，好味是拢总好，唯唯诺诺，逐项好味是。即只鬼神看起来含盐龟好，无介接近，但是可能嘛是即个意思。咱造成的意思就是讲唯诺诺拢总好，安怎讲拢好，凊彩你讲好。OK， 我来归帮啦吼，感谢各位吼明仔就继续。